台南市曾经伫民国96年举办全国运动会，到现在已经14档。为了确保112年全国运动会伫台南举办的品质，市长黄伟哲上午嘛甲教育部体育署长张少熙举行正式的签约。在台南掌声喝彩！台南市已经很久没有办全国运动会了。自从我小时候，不是小时候，自从还没有当市长的时候，就已经，我记得之前好像陈唐山那时候台南县办完，再来就是这个许天才市长的时候办过一次，那算了算也应该10几20年了这个时间，我觉得办活动、办全国运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把这个体育水准能够向上提升。我对于这个城市啊，其实运动是可以让一个城市感觉到非常更骄傲。然后趁这个办全国运动会的时候，顺便把这个市容也整修一下。我觉得这个对于台南是非常大的一个协助跟帮助，对于整个居民我们整个市民的骄傲程度那会提升更大的一个成绩。那全国运动会是我们台湾最高竞技水准的综合性赛会，所以能够在台南举办第一个我们也非常放心，第二个我们在其他方面我们尽量看看怎么样来协助台南把这样一个运动会能够办好，让我们的运动员有这个展现的舞台。上午的签约仪式包括地位的议员、中央民意代表的秘书、台南市体育总会、甲各机关学校的校长拢到场小听。为了确保全国运动会举办的品质，市府对2档前来盘点全市各运动场馆。目前规划43个赛场，有38个伫台南市，预计将投入修缮的经费超过1亿7千万。市长望希望借由全国运动会的胜诉，会用带动台南市民的运动提升。台南新闻引根采访报道。